大家好，今日我哋會學習一啲簡單嘅呼吸技巧，幫助你保持平靜同專注。喺我哋忙碌嘅生活入邊，呢啲技巧可以成為你嘅小綠洲。透過正確嘅呼吸，我哋可以有效咁減輕壓力，提升思緒嘅清晰度。呢啲方法唔單止可以即時幫到你，長遠嚟講仲可以改善整體嘅身心健康。首先，我哋會學習腹式呼吸，呢係最基本亦都係最有效嘅技巧之一。請你坐直或者舒服啲躺低，將一隻手放喺胸口，另一隻手放喺肚臍上面。吸氣嘅時候，感受你嘅腹部慢慢隆起，好似一個氣球咁脹大。呼氣嘅時候，腹部會慢慢收縮，將所有空氣輕輕呼出。重複呢個過程幾次，你會感覺到身體逐漸放鬆，思緒亦會變得更加平靜。每日練習幾分鐘，你會發現自己更容易保持專注，應對日常挑戰。希望呢啲簡單嘅呼吸技巧能幫助你喺生活中揾到更多嘅平靜同力量。